我係六 C 班嘅袁樂琳，咁我 IES 嘅探討題目咧係探討非牟利機構如何提升市民對動物權益嘅認識同埋接受。咁第一條焦點問題咧就係社會上非牟利機構對於維護動物權益嘅相關工作是什麼？咁方法咧就主要係實地考察啦、訪問啦同埋網絡搜集資料嘅。咁實地考察咧令我嘅感受係最深刻嘅。因為透過呢個方法咧，我可以知道 SPCA 不為人知嘅一面，從而咧最後分析出佢哋工作不足嘅地方。嘅焦點問題咧就係市民認為非牟利機構喺何等程度上幫助到社會上嘅動物啦。喺呢條問題裏面咧，我就運用到通識嘅概念，就係喺執法方面啦、社會聲音方面啦，同埋非牟利機構 SPCA 嘅不足而去分析嘅。咁得出嘅結論咧就係、其實嗰啲非牟利機構咧喺教育層面上咧係幫助到動物好多，亦都可以提高市民嘅保護動物嘅意識。但係始終咧，佢哋係仍然係有不足嘅。第三條焦點問題咧就係、現時政府部門、漁農自然護理署、香港警察同埋非牟利機構如何對動物虐待嘅事件或者虐殺嘅事件去執法，而又足夠嗎？咁呢條焦點問題咧，我就喺上網揾咗啲數據啦。另外咧，我亦都揾咗一篇新聞嚟分析嘅。最後咧，我就分析到機構與機構之間咧就會互相推卸責任啦。就算香港可以有法可依咧，相關嘅案件嘅入罪率都相當低，對犯案者起唔到阻嚇作用。咁焦點問題4同5咧就係主要係香港有冇需要成立動物警察同埋修改法例嘅。咁喺呢兩條題目咧，我主要咧就喺受訪者公民黨嘅動物權益關注發起人黃捷希身上獲取資料，同埋係其他網上啦等等同埋搜集下其他國家嘅資料而去做嘅。咁總括而言啦，呢份習作裏面咧，我都遇到好多嘅困難。例如，其實喺網上咧，我係冇辦法知道 SPCA 有啲第一身好真實嘅資訊啦。咁為咗解決呢個障礙咧，義工活動咧係去 SPCA 咧做義工。咁當中我好慶幸咧，我就可以訪問到陳小姐，而獲取到一啲大家唔知道嘅資訊，所以我覺得呢份習作都係順利嘅大致上。